好消息！天堂永生係一份無價嘅禮物，唔係人可以賺到或者配得嘅。點解大多數人唔知道自己可以上天堂有永生？呢個世界充滿爭吵、不和、貪婪、虛偽。罪使我哋同上帝隔絕。上帝係慈愛嘅，所以唔願意懲罰我哋。上帝亦都係公義㗎，所以必定會追討罪債。呢兩方面所構成嘅困局，藉住耶穌基督就解決啦。神嘅兒子耶穌為我哋釘喺十字架上，我哋係憑住信心，單單接受耶穌基督而得永生。朋友，你願意接受呢份永生嘅禮物嗎？